李克虽然本大家认为讲是一个国宝级的作家，不过呢，对他自家来讲，他自认为他是五音节次耕农。那个很多五音节自耕农，阴是阴阳的阴，也就是弱势的意思。他讲因为他从小啊就很贫困，然后呢又是一个客家人，是一个相对少数的族群。他自家本身又非常多病，从小就非常多病。然后在一个经济当中，还有一个政治方面，他一直起到了种弱势者的身旁。故说他分析自家，他学历又无高，也种种的因素呢，他非常看大家看起来是较无利的因素。对他来讲，他就非常强势讲，他是一个五音节的次耕农。因为他来自贫困，他讲这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他的文学他加上就会起到了个弱势者的立场，也是所谓的阴性书写。安阳型的精神在他的文学底板呢，你看他一生的作品，我感觉到确实他就会用五音节次耕农安阳型的心情在做他的文学创作。他在19岁发表体术新诗的时间就会写那种有关那个寡妇、有关死亡、有关孤儿。那么到他后来的作品，我看到他笔下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妓女也好，或者是贫无力罪的农民，非常多安样型的一个人物，就在他的作品里头来出现。那么他所采取的主题，在那个他成长的年代，写台湾的土地。那种主题是较少有一个发表的机会，然后发表的演题。不过呢，他非常坚持要按样去来写。可是在一个纪念的时期，他写出了《寒夜三部曲》的时间，就得到大家非常大的注意，也是老当时文学的主流是无相同的。这跟当时的文学主流可以说是站在一个不一样的位置，是他自愿站在一个边缘的位置。可是去写了他认为重要的事情，也就是他五音节次耕农安阳他一生人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念。他有讲到讲，因为他无田地无田产他有嘛个他单枪就有他树当国的两支笔，所以没有土地可以耕，那怎么办呢？就耕自己的手中的笔，也就是他五音节次耕农安阳他讲法的由来。你看他也文学的行长，你早期有关台湾历史的太和小说，写到你讲人生命主体性的一种追寻到了个晚年的时间，来反映台湾现实社会的一种真实，还能讲台湾生态的种种的变化他提出他的看法，提出他的批判，按样他的文学的行长。看起来各个时期都有无相同的主题，不过呢，其中的精神是一贯的，一贯的精神就是所谓的反抗哲学。因为土地是一个生命的来源，不过土地也会带来痛苦。按样以一个自耕农，他对土地的概念，在其文学各个时期，就会一个重要的核心。就是它的土地观，它的生态观。